最深的海洋，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，神是爱。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欢迎收听2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以斯帖记9章16到17节。这样的日子得安息，这样的日子得安息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？今天的经文短短2节，讲到这个当亚达月13日到来的时候，不仅是书珊城的犹太人，其他省的犹太人也组织起来，因为他们都收到了王的第2道谕令，当有人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起来反击。他们为自己除灭仇敌，杀死恨他们的人共75000名，但是一样的都没有下手夺取财物，因为他们更重要的是防卫自己的生命。而这个事情发生在亚达月13日，第2天，这些其他省份的犹太人，他们不再杀了，他们不再战了，而是定这一天为欢宴的日子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画面啊！当人经历到上帝的作为，他们在这作为之后，不是扣谁，不是持续人自己的私欲，或者是想要战胜的心理，而是他们停止战争。诗篇46篇10节，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就这样说，他说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，我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受敬奉。其实这段经文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是很熟悉的经文，因为可能很多人常常听过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在这里，这是今天 RPG 祷告经文的和合本翻译。2段一样的经文，但翻译起来是这么的不一样。不过主轴都没有改变，都在讲要承认，要敬拜，要将眼光目标转向这位上帝。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要经历安息，如同今天犹太人就在这一场原来只可能输不可能赢的战争当中，却是反败为胜，完全的打了胜仗。而在这胜仗之后，他们进入了安息。进入了安息，讲的是他们就停下来休息吗？其实安息的意思不只是这样哦。在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那个前线的战场，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枪炮弹药啊，是不断的来来去去，生命也不断的丧失，不管是受伤，不管是断手断脚，不管是伤了性命，伤了心理，还是伤了这个国家，在真实的战场上面，真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就是我亡，只有2种甚至不多的可能性。一定会有人在战争中失去性命，或是失去健康，甚至失去自尊，甚至失去了原来有的认知意识。很多人在战场上打过战之后都 PTSD， 就是创伤症候群。然而一个很美好的画面竟然能够在第1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战场上发生。这个画面是因为他们转向了上帝，是因为他们停止战争，他们想要寻求上帝。1914年的德国、英国战场上，还有另外一场战场，就是德国、法国的战场上，
大约加起来有10万名的士兵，他们自发性的从平安夜到隔天的圣诞节停下火来，不再彼此攻击，而是开始赞美，开始过圣诞节，开始唱诗歌，接着就开始彼此问候。因为在当时的战场是挖壕沟的，而挖壕沟其实是一场僵持战，因为彼此看不到，除非你爬出壕沟。然而爬出去的人很快就会死了，因为这个枪啊就在另外一个方向对着你。但是在这一天却是很不一样，他们转向上帝，他们不再用这个枪，不再用自己的血气来对付、来对待彼此，而是他们回到了上帝他本来对人真实的心意，是要人得着安息，是要人数算恩典，是要人见证上帝的爱和公义。然而在这场战争之后，战争有继续吗？的确有继续。然而人的心却是在这个停火的圣诞夜里，圣诞节当中，他们感受到了那个真实的安息。接着后来这样的自发性停火还继续延续到后来1915、1916年，甚至到了1916年的复活节，断断续续都有许多战场上自发性的停火。而这样的停火其实还延续到今天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个战场。当我们转向上帝，当我们意识我们需要安息，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不论是得胜或者是困难，上帝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即使那个是世界大战，人的心也能在其中得着安息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许多人会说，上帝真的是拯救犹太人的上帝。然而如果换一场战争，你可能就不会这样说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犹太人也遇到被灭族的危机。然而据统计，超过600万的犹太人却在那一场世界大战受到德国的这个屠杀，死伤惨重。或许有些人会问，那个当初在以斯帖记里面拯救我们的上帝去哪里了？但是有另外一批人，或者是另外一个念头当中，你可能会有2个念头在打架。我相信上帝即使在这个我们面临了灭族的危机里面，他仍然要保守我们的性命。在这里面，这样的想法可能都会有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上帝他怎么想，他怎么想我们，他怎么对我们说话。在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，上帝的拯救有时候是那完全的拯救，上帝的拯救有时候是好像那个剩下来，好像还有那一点点还存留着，从那里开始，就好像被掳归回，被说是这些渔民，就剩余的余的余这个字，剩余的子民，但是神仍然可以使用，让他们来成为那个救恩的记号，让他们能够成为那个救恩的见证。但在这些分享里面，很重要的是，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日子，当我们寻求安息，我们就会认识这位上帝。就好像今天要来默想的时候，安息其实是让我们用一天来享受工作的完成。
还记得创世纪吗？上帝创造了6天之后，他说第7天要安息。这一天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用这一天享受工作的完成，享受属灵的侍奉，享受更认识我们的上帝，使我们的心得安息，也让我们在那不安、充满恐惧甚至未知的环境里面，因着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的心里得安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拯救你的儿女，也谢谢你让我们在各样的困境当中，因为过去所经历的恩典，现在渴慕经历的恩典，以及未来我们将要经历的恩典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让我们在这10分钟、10几分钟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用这个时间来享受安息，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的话语，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我们今天的工作、今天的生活、今天的侍奉，以及今天更认识我们的上帝。我们向你感谢，你带领我们看见犹太人经历这数算恩典的时刻，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数算恩典的时刻。主，谢谢你能够使无变有，翻转各样不可能的情况。你也将这样的信息向我们的心说话，带领我们在今天一天从安息开始。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得着这拯救之恩，这医治之恩，这盼望之恩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从上帝来的安息与你同在，让你一天都享受在它里面工作的完成，在它里面属灵的侍奉，以及在它里面更深的认识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